仁愛和諧周知反欺凌小劇場。小息嘅時候，胖胖發現領物好唔開心咁樣坐埋一邊，垂頭喪氣。領物，你最近好似有啲唔開心喎。最近轉咗髮型，剪短咗我塊檸檬葉就俾人鋪上笑，我好唔鍾意啊！你有冇表達過你嘅感受、諗法，等佢哋停止傷害你啊？冇啊，但係我會試下暫停俾佢哋 tap 同埋留言嘅功能，等佢哋冇得講。假如之後都未有改善，可以試下喺朋友清單度移除同封鎖佢哋嘅賬號，咁佢哋就唔會再影響到你啦。如果你哋都面對過呢個情況，我建議你哋用 BSST 應對方法。第一個就係 block， 拒絕作出回應；第二個係 stop， 立刻離開，截停傷害；第三個係 save， 保留記錄，為日後需要時作準備；第四個就係 tell， 向成人傾訴，尋求協助。胖胖鼓勵麥領要 block，拒絕回應或爭辯，避免報復對方及在朋友清單上移除對方，封鎖並列入黑名單。同學們，你哋要謹記，未經他人同意係唔應該發佈或者轉發他人嘅相片，以作出取笑或者辱罵，咁樣好容易會演變成為網上欺凌。有調查發現，小學生參與網上欺凌嘅原因分別為報復、憎恨他人同埋發洩憤怒，而佢哋都係曾經喺現實或者網絡上俾人哋取笑佢哋嘅樣貌，或者喺網絡遊戲上面俾人用粗言穢語責備。佢哋選擇報復原因係為咗發洩佢哋嘅憤怒，以及討回公道，往往就誤以為呢一種係公平嘅表現。但係如果一直咁樣以惡報惡去作出回應，無論係修補大家嘅關係，定係制止不當嘅行為上，根本係無補於事嘅。我哋喺面對俾人取笑嘅時候，要識得覺察同埋辨識自己嘅情緒，唔好俾負面情緒影響自己嘅行為，要選擇正面同埋恰當嘅方法表達出嚟。好似剛才嘅故事入邊，領物面對自己俾同學鋪上笑，都感到好嬲、好無奈，但係佢冇選擇去留言鬧返對方，而係拒絕回應。而當胖胖去關心佢嘅時候，佢可以好坦白咁樣表達自己好唔鍾意呢種行為。如果佢能夠直接咁表達俾鋪上嘅同學知道自己嘅感受，揾一個機會一齊去傾翻大家嘅矛盾同埋摩擦嘅源頭，解開當中嘅心結呢，就更好啦。大家要學識好似佢咁樣，阻止欺凌嘅情況惡化，向報復說不。